嘻哈。又行等你甲阿公故事位头开始讲，拍啦是辛苦咧走总啊，我想要徛要好来往，嘻哈。部落的朋友是真好咧，邀请等年，邀请少年家，请你食饭，食粉果啉茶，要讲要送你免歹势，嘿哈。讲要逍遥可自在，部落的交情行拍伊。等你一声知影嗨，好佳哉这阿公是老师奶，嘻哈，结束。